你又知唔知佢兩個仔近年一個抗癌，一個緊急開刀嘅？究竟阿 Sam 要頂到幾時呢？千祈唔好捱壞嘅身體啊！你兩個仔仲需要你啊！今日我哋要傾嘅係一個令好多香港人又敬佩又心痛嘅話題，就係我哋永遠嘅歌神許冠傑。阿 Sam 一個橫跨樂壇超過60年嘅名，今年已經77歲高齡。好多人到呢個年紀，可能已經整酸為樂，享受緊退休生活。但係阿 Sam 呢，完全冇停過落嚟啊！舊年3月先喺紅館搞完3場演唱會，跟住就馬不停蹄咁展開海外行程，飛去世界各地見 fans。就喺幾日前，阿 Sam 喺 IG 出 post 上載咗幾張喺香港機場出發嘅相。相入邊嘅佢雖然精神睇落唔錯，行路都仲好穩，唔使人扶，唔使用拐杖，但好多眼利嘅網民都留意到佢個背脊已經唔再挺直，行起路上嚟有明顯嘅寒背。嗰個身影真係睇到唔少人心都裹住。不過歌神不愧係歌神，就算一把年紀，個碌都絕對唔可以馬虎啊！一件淺藍色嘅無袖恤衫，襯條牛仔褲，頭上戴住個標誌性嘅豹紋帽，成個打扮依然係星味十足，一絲不苟。佢仲用英文留言話，就算去到外地，都日日喺酒店房抱住支傑佢練歌，為演出做足準備。由舊年到而家，廣州、新加坡、美國幾乎環繞咗半個地球嘅呢份敬業樂業嘅精神，真係令人佩服㗎。但係同時亦都引嚟好多網民留言，話 Sam 哥真係夠啦，好好休息下啦，睇到好心痛。點解大家反應會咁大？因為喺歌神光環嘅背後，佢作為一個爸爸，近年可能真係唔少嘢煩。阿 Sam 同佢嘅美菲混血兒太太 Rebill 結婚超過半個世紀，出晒名係圈中模範夫妻。生咗2個仔，許懷欣同埋許懷谷。2個仔呢都遺傳咗爸爸嘅藝術細胞。大仔懷欣向歌壇發展，細仔懷谷就喺荷里活做過電影幕後，之後返香港發展。但係命運呢就好似同呢一家人開咗個好大嘅玩笑。先講大仔許懷欣啊，喺2018年佢確診患上膀胱癌。哇，癌症喎，對任何家庭嚟講都係一個晴天霹靂。當時佢要即刻入院做切除手術。手術後，佢開始咗一條漫長又艱辛嘅抗癌路。根據醫療程序，佢喺之後足足5年，每半年就要返醫院做一次詳細檢查，確保冇復發。你可以想像，每半年就要面對一次生死判決，嗰種心理壓力有幾大啊！唉，好彩嘅係皇天不負有心人，懷欣喺今年初嘅檢查過後，醫生同佢講情況非常穩定，之後可以改為1年先檢查一次。佢自己都話，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嘅。喺呢段路上面呢，佢講得最多嘅就係感激太太一直喺身邊嘅支持同埋照顧，俾咗佢最大嘅力量去戰勝病魔。